由大洋公司甲亚洲团队风吹联合会所共同举办的风吹嘉年华，7月22、23两天将伫七股盐山盛大开演。到时将有全台湾上长的飞龙风吹，也有20只大型的恐龙风吹等造型，拢要互你大开眼界。七股盐场曾经是台湾上大的拍盐场，6层楼高、特殊壮观的盐山，一直拢是七股观光的地标。每一档设计各种创意的大型装置艺术，更是吸引众人眼光。目前正在举办展览，号名“好馆闲适的日子”，以游戏、盐村老相片、打盐、运盐的体验，互游客了解盐港的生活故事。特别是这摆为期2天的风吹嘉年华，相信嘛将成为大家翕相打卡的一点。主办单位邀请大家做伙来七股盐山，感受风吹嘉年华。跟着风筝去七股盐山旅行。带来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